这些多少钱？10几两吧。10几两？这是便宜的。世子，新花魁到了。哦。叫什么名字？于右威。这名字不错。于右威蒲柳之姿，何其有幸，能见世子一面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楚将军提点过了。世子，他剑舞才是一绝，非舞不可上腰。那就有劳于姑娘了。我这剑舞有2种，一种呢，就是跳了给俗人瞧的。那还有一种呢？还有一种，却只能单独跳与情郎看。为何？因为这第2支剑舞有些香艳。香艳好。世子若能和我一步后院，于右威这支舞，便只跳给世子一人。走吧，看看怎么个香艳法。用双刀的，不常见啊。新煎的茶，世子要不要尝尝？不了，我这就要看你的剑舞，香艳的那种。西楚剑舞。
哟，开封了。你就不应该用剑舞。灵州城外刚有西楚大几士要杀我，你这么一来，我很自然就会想到西楚剑舞。刺杀不需要这么多仪式感。你是楚人吗？为什么要杀我呀？须消灭楚，我不杀你杀谁？这话可不是这么聊的。当年黎阳与西楚乃是国战，并非私仇。就算不是徐骁带兵，也一样会有人扫平楚国。你真要报仇，应该去找黎阳皇室，没理由一直盯着我们徐家不放。这不仅仅是国战。那你认为是什么？大楚战败，受降便是。可徐骁都做了什么？他带兵冲入宫门，亲手将陛下和皇后斩杀，这还不算。宫内上下数百口，无一生还，就连年幼的公主都被斩去首级。这姑娘武功高吗？她不会武，只是耍剑而已。那就好，麻烦你帮我叫一下江泥。哎，等等，杀不了你，我也绝不让自己受辱。哎，你能不能等会儿再死啊？咱们就等一个人。为什么要我去？你自己去问他，是不是他色性大发？还真是自杀。你看看，就你这种恶贼，连青楼女子都看不下去了，这就是人心所向。他跳的西楚剑舞，楚人，把你那把匕首给他看看吧。他都快要自尽了。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会死。你等等，你既然会西楚剑舞，应该不是平民。家父西楚散关，家慈先帝剑士。那你应该认识这把匕首。神符。你刚刚说楚国公主被斩去首级，那颗人头你可曾见过？你想说什么？斩首的谣言是徐骁传出去的，你家公主没死，她就站在这儿。你见过西楚皇后吗？您真的是？都是我和我母后相像，看来是真的了。我叫江泥，
亡国公主。公主。世子，你回来了，我这就去检查。不急，给他找个院子。世子这是从哪里选来的红颜知己啊？于右威，紫金楼的花魁。先把他安顿好。是。我那蟒鞭呢？是这个吗？就是他。这间屋子行吗？还行，你觉着呢？您觉得合适就好。被褥要换新的。好，我让人安排。别看一天到晚带着笑，心思最深的就是他。进去吧。公主殿下先请。别叫公主，就叫江妮。楚国亡了没公主。我知道你有事要问，进去说吧。楚将军怎么还在我院里跪着呢？不回军营了？世子叫我入球就好。这可不敢。再敢乱叫，下回又不知道把我往哪个刺客屋里领。世子，我是真不知道于右卫是刺客呀。楚将军还是请回吧，我一无官衔，二无军职。不好意思让你一个从三品跪在我院里啊！楚禄山愿受责罚。你可想好了？这会儿走还来得及。是我让世子陷入险地，理应受罚。可此事绝非小的蓄意谋划，就算世子打死我，我也这么说呀。是吗？那就打死吧。想问什么就问。外面都说，徐骁将宫内人都斩尽杀绝，还砍了我首级。难道不是徐骁？当年楚阁都城被徐骁攻陷，徐骁麾下倒是从不杀俘，也不伤平民。可入城的不只是北凉军，好些黎阳朝的大人物也等着冲进宫门。他们要做什么？楚国的皇室妃嫔，这高贵的身份
让他们更兴奋。李阳朝这些恶贼，是徐骁抢先了一步，封了宫门，不让其他人进来。可他毕竟不是黎阳朝的皇帝，挡不了多久。然后父皇求得一死，宫内上下结怨同去。是徐骁答应留我性命。别回头，向前看。那天之后，楚国公主就死了。只留下江宁。这么些年，您一直留在徐骁府上，我能去哪儿？您没想过要复仇吗？当年我还小。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，我就记得父皇摸着我的头，要我好好的活着。原来如此。还有什么想问的？那您别吞吞吐吐的呀，说嘛。您和刚才那两个一样。什么一样？都是徐凤年院里的。我不是通房丫鬟。徐凤年没对您。那家伙院里20多个丫鬟，一个都没碰过。可外界传言，徐凤年好色成性啊！外界还传言我死了呢。倒也是。死了吗？小的还有口气儿。王爷，世子鞭打楚将军的事儿都已经传出去了，门口来了好些的军中教校，都是来求见的。不见。那世子那边呢？由着他。可楚将军那边怕是快坚持不下去了。说说你吧，还杀徐凤年吗？你的同伙也在林州，看在都是楚国人的份上，我找机会让你逃走和他们会合。
我没同伙。那你是怎么进的紫金楼？又是怎么做的杏花魁？不知道。不说就算了。我是真不知道。这些年我一直被人看着，每天就是练剑舞，说是要我准备着刺杀徐凤年，为楚国报仇。什么人做的？我问过，他们不回答。你被关在哪儿？是个大院子，被看得死死的，从来没有出去过，也不知道是在哪儿。偶尔能听到诵经的声音。那带你来的人呢？走了，他们就让我等着徐凤年出现。听上去，也就是个棋子。楚庐山你认识吗？未曾见过。那他怎么会把徐凤年带到你面前？世子，世子，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向世子问安。我认得你。回城那天是你带兵接我。敢问世子，为何要鞭打楚将军？你这是问安还是问罪？不敢，只是问个缘由。他带我去青楼，然后就遇到了行刺，这算不算缘由？楚将军可承认行刺是他指使？换了你，你会认吗？既未承认，可有实证？无实证又怎样？无实证而用私刑，与理不合。我记得上回见你的时候，你带着戟，这回没带。见世子，不敢知己。讲理的时候最好带上兵刃。北凉自有法理，不看有无兵刃，也不看尊卑贵贱。有法理，无尊卑，说得好啊！秉直而言，世子谬赞。你知不知道，在这王府里，连徐骁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。好，我记住你了。法理讲不通了，你能怎么办？世子三思。什么？若寒了军心，3州之地便真没了法理。到时候，世子还能不能扛起这徐子军旗？来人，把这悖逆之徒给我押入大牢！不管是不是楚庐山捣的鬼，你这刺杀有点不简单。然后只让你练习楚剑舞，却不教你搏击之术。若真希望你杀了徐凤年，这般行径，实在不合情理。那他们图的是什么？徐凤年在回北凉的路上，也遇到楚人劫杀。和我的行刺有关联？不知道，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完。别牵连到公主就好。都说了别叫我公主，我走了。还请您息怒。不是生气，我得干活。那家伙房里的书每个月都得晒，烦得要死。
王爷，世子要把宁峨眉打入大牢。好的。世子让丫鬟去大门口传话。什么话？世子说，刚才来讲理的宁峨眉已经进了大牢。你们若谁还想救楚庐山，就别跪着了，直接进来。王爷，陈知报来了，现在正往世子那里去了。知道了。哦，凉了。哦，好，我这就去换。世子，陈知报在来的路上了。陈白衣，你知道他？白衣战先陈知报，徐骁之下，北凉第一名将6义子之首，北凉定海真。传言都说，能接替徐骁执掌北凉的，非他莫属。听上去没我什么事儿啊。你名声也不小，陈知报北凉之光，你北凉之耻，齐名天下。喝口茶，等陈白衣。别挡着，我都看不见人了。你也是来劝我放人的？军中诸将，我最瞧不上的就是楚庐山。我早说过，有一天会将此人点了天灯。你要是真想杀他，我可以代劳。问题是，你真想杀吗？什么东西？人头。传你画像出去，安排花魁入紫金楼的，都是此人。此人是谁？军中校尉，你不认识？这么大一个事儿，有一个校尉办的。
想想倒也有趣。北凉诸将，唯独此子最为残暴荒唐，可偏偏就是这么个魔头，对你最是忠心不二。我猜这顿鞭子是打给35万北凉军看的。如此一来，若真有人想对你不利，第一个想要拉拢的，就是心怀怨气的楚如山。而且你也在等，这时候肯来救他的，或许就是在背后谋划杀你的真凶。这么巧，你就来了。打得够狠，也难为他肯为你受这苦。世子等会儿用刑，定要用力鞭打，打得够狠，才有人信。想钓鱼，饵就要放得足。世子，我们单独谈谈。人人都说北凉传承该是你陈之豹，相比之下，我这个世子，不少人当成笑话。你自己觉着呢？不是要找我单独谈吗？怎么没话了？那花魁问过了吗？从小被人好吃好喝养在府里，天天练剑舞，就是为了赐我那一剑。至于他被什么人养着，他自己也不清楚，就送过来了。杀了吧？别呀，长得挺漂亮的，不信你去看看，没准能看上。城外刺杀紫金楼剑舞，就是想让你怀疑军中藏敌。你借楚如山查内奸，你是落了圈套，你起疑心，军心也就乱了。杀了那花魁，加上校尉人头，此事便算了结。了结？那就是不查了。要查，但表面上算过去了。所以那校尉并非罪魁祸首，只不过为了表面上过去，就被你砍了脑袋。他犯了军律，早就是死罪。早就是死罪，现在才死，就为了一个了结。你还藏了多少这样的了结？内忧外患，北凉3州不能乱。所以你陈之豹才是北凉的定海神针。没错，我就是。我刚说过了，这花魁长得漂亮，我舍不得杀。怎么办呢？这花魁长得漂亮，我舍不得杀。怎么办呢？我知你潜藏锋芒并不容易，但我还是瞧不上你。我知道。便算千山万海倾覆而来，我只孤身迎去。若无此般气魄，怎接得住北凉？
谁说要进北凉了？若有一天徐骁不在，北凉大乱，想没想过取而代之？我在，北凉就不会乱。出来吧。瞧瞧，看不上你。谢谢。什么意思？刚才那气氛，你怕他出手，才故意弄点动静出来吧？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他不会出手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那是不小心。他出手才好呢，我还能补你的。听说今天晒书啊？书呢？书页损毁，这钱是不是得算你头上啊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去哪儿？去拿钱盒。心情好点了？宁峨眉这人挺实在的，你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吧。刺杀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再有下次，没准就能猜到背后是谁了。陈之豹这人哈，精彩绝艳，就算是我，也未必能赶得上他。那你是谦虚了，他是有手段，你才是真心机。你要执掌北凉，第一个要收复的就是他，难度不小。我就是一普通纨绔，哪儿接得过这么大的棋啊？而且你不刚说吗？下一轮刺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到，我还是先活着吧。到了灵州，就该道别了。怎么？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也知道，我灵州一行是为徐凤年而去，这天大的祸事，不该连累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在你左右。林哥哥，你信不过我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很感动。怎么不进去？说好的，做完护卫，再进听朝廷。不用那么死板，现在怎么去？现在就进去。等我一会儿。什么东西啊？烧鸡。为什么扔湖里？走，咱们进去吧。
快点，我带你认路。好，1楼是天下入门武学3万卷，你估计看不上。3万卷。 2楼有阴阳学、纵横学4000孤本，外加49件骑兵利器。3楼是宝典秘籍2万卷，算是高深武学。4楼都是古玩奇石，你估计没兴趣。5楼、6楼你先别着急上，我得跟徐骁说一声。这么多武学秘籍，你怎么不会武功？书院里全是道德文章，教出来混蛋少吗？那不是一回事。我懒，王府世子，吃不得苦。手无缚鸡之力，军中怕是不服你。你也想劝我接受北凉？你接不接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就好。行，那你慢慢看，我走了。对了，得跟他打个招呼。魏爷爷，魏爷爷，哎，刀借我用一下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徐凤姐，小心火烛。别吵了，徐凤姐，你这是要造反呐！世子驾到，贫道这下有礼了。这位是魏爷爷，你将来找不着书可以问他。这位南宫仆夜，来看书的。南宫，北莽世家。徐骁知道他。哦，这边无妨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世子，一回几日不上楼看看你师傅？现在还不能上去。为什么？刺杀一事乃是有人布局，没解开之前，我没脸见他。师傅，你不是没习武吗？我师傅不教我习武。那教你什么？下棋。哟，这啥玩意儿？这么大范！曾把你车子的空间，这家伙发生这么大事，很公事。叫姓林，对，他们家在青州掌管财政大权。别处的看花郎，这是光宗耀祖啊！见过。多谢。诸位，林某心里有话，不吐不快，劳烦诸位留步。说什么呀？说什么呀？徐骁，名为北凉王，实乃国贼，狂悖无道，千人共诛。杀头的罪啊！其人凶残暴力，却也立过战功，倒还罢了。最令人不齿的是徐家弟子徐凤年良，贪淫好色，毒如蛇蝎，如此豺狼之心，尽侠邪僻，实为我北凉第一人祸，天下第一贼子啊！哎，正好，一块出门啊！不去。听说有人当街骂我呢。什么呢？骗你干嘛呀？而且说这人文采不错，骂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不太重样呢。我不信，当街骂你，府衙早就抓走了。
骂人的可是当朝的探花郎，府衙不敢管他。当朝探花郎跑来林州街头骂你？对呀，千载难逢，赶紧。那我得学两句。走。哎，老黄，你去干嘛？我看热闹啊！老黄就喜欢看热闹。不是骂你吗？你这么高兴干嘛？我也喜欢看热闹啊！快，这不一会儿骂完了，走。倘有守道君子，痛人事流毒，怎能袖手安坐？这说的什么？自当愤怒，一味无道，仗义而言，实践无心。林哥哥。结果。多谢。诸位，哎，这姑娘倒不错。我想问问大家，知不知道这徐凤年，这等无耻无能之辈，他为什么可以祸害林州呢？说，造成如今这局面，说到底，还是要回到徐骁这贼子身上。胆子够大的。国之礼，诗书典范，皆扫地大捷。文总总，谁？徐骁，老黄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骂的不好。怎么不好？听不懂，这骂人不骂娘啊，没劲。就是我黎阳朝心腹之患，窃国之贼呀！哎呀！哎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是人呀！你压着我了！人家手不压断了，我马车没有动过呀！你先起来！啊！手啊！我的手也折了啊！我没有动啊！没动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马车没有动过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眼睛被压瞎了。你不是压到腿了吗？这眼睛又怎么瞎了？空瞎的。这人我认识，老许头。老许头，哟，坑人呐！学校的啊，走，咱们回家聊去。我这儿没完呢。老许头，人家是当朝探花，咱惹不起。这斗得过人，欺负人呢，大人就没才，做了吃官司斗大狱，这还能抵赖？你等着，骂人那小子在哪儿呢？你住手！没有北凉军，这天下没有现在的太平。受了太平恩惠，也不想着感恩，不要脸了你们！你别碰我！我的眼睛被你碰瞎了啊！我的眼，我的眼！咱们回家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就走了？回家喝酒去。没什么意思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？散了啊！太花了啊！快走吧！现在怎么办？抓走！这不说，快走吧！官府来抓人喽！读书人自有心胸，既然骂都骂了，不如直面国贼。樊姑娘，我们去北凉王府，当面斥骂徐凤年。好，刀山火海，我都陪着你。哎，别跑！别跑！哎，老犊子！抓住没有？马上，堵住了！鸭子都抓不住，笨蛋！确实笨。得拿个东西。拿个东西。
别慌了，打仗打的真瞎子。您怎么知道我在晃手的？都扇出风来了。抓住了，炖着吃，屋里有酒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厨房在那边。啊，好嘞，稍等啊，给少爷上嘎嘎嘎。2、3年没见，我猜你就去成亲去了。我想啊，哪家丫头这么倒霉，嫁给你这个小混球？没想到还真叫你给骗着了。丫头不错，听说话就懂事儿。这句话骂得好。我不是，我没嫁，姓徐的，你说话呀！啊，没成亲呢。啊，还没成亲就过门了？那人家父母能同意？没过，没门儿。他父母都不在了。那你得好好对人家，千万别伤了姑娘的心啊。姓徐的，我俩的事先不说，说你呗。怎么就我们俩的事儿了？老许啊，这2、3年没见，人也大方了，还肯杀自家养的鸭子给我们吃。我没养鸭子。那我刚才抓那是吗？邻居家养的，过来串门。老黄，什么事儿啊？拔毛呢？没事了，你记得放盐。了解。你抓的，你赔钱。活该。哎，小姑娘。河东林家登门造访北凉世子。河东林家登门造访北凉世子。河东林家登门造访北凉世子。林家名士在此。怎么没人接名次啊？我们再等等。许是林家的名号惊到了门房，赶回去通报了。好生无礼。武夫门下，懂什么礼数？来喽，给少爷上嘎嘎嘎喽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干嘛？拿开！怎么了？抢什么呀？压腿儿。嗨。姑娘，吃。徐小子，你可别再瞎混了，学点手艺，开个铺子什么的都行，可别让人家姑娘受苦啊！啊！知道了，吃你的鸭子。
河东林家，请见世子徐凤年。你就是那个骂街的探花。若是你家世子不服，可与我当面辩驳。世子不在。喂，你开门让我们进去等啊！你是老兵呀？锦州18老字营鱼骨营出来的。你打过不少仗。哎，可不是嘛。当初诸国乱战，大小战役差不多我都撞上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现在天下平定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那徐小子看着不着调，心其实好。你没看错人，那是个会过日子的娃。这臭小子！要不回马车上休息一下吧？徐家没有礼数，我们要守住本分。林哥哥，你为什么如此痛恨徐凤年？如今北凉3州只知徐自己，不遵朝堂令，这便是天下的心腹之患。徐凤年这种恶贼，一旦掌权这天下，这天下又将生灵涂炭。若我会武，定要亲手杀他，为天下消除隐患。他不知道你是徐凤年。他就是老许头，我是徐小子，这样挺好。他为你们徐家出生入死，如今却这般田地，你们欠他的。是，徐家欠他的，欠他们，所以只能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是北凉世子？这个世界上能有这么多人好好活着，是因为他们这批人死了、伤了、残了、废了。所以我这个世子身份在他们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我呀，就是一个混球小子。不打仗，真好啊！这不是骂你那探花吗？原来是林探花当面。刚刚闹事那老头就是他带走的。多谢兄台方才解围。
林探花在这儿是等什么呢？与你何干？求访北凉世子。那怎么不进去啊？徐家无礼，懂什么待客之道？哦。探花名字都不记得，他们这么叫没有什么用。来啊，进来呀！你看我干什么？好看，好生养。老黄，少爷，看上了我帮你说媒啊？估计这说不成。好好的骂老黄干什么？我说的是你。做什么？去找青鸟，让他到湖边等我。不去。钱都收了，去吧。不去还我。阁下可是王府中人，算是吧。看阁下也是读过书的，可知我黎阳城第一魔头是谁啊？徐骁呗。既知徐骁之罪，又何必投效？也不算是投效，主要是我爹住这儿，没办法。令尊是徐府幕僚，没那本事。府内护院，腿脚不好，护不了院。那或许是管家之流。哦，阁下既然常在府中，可曾见过世子徐凤年？经常见。那你觉得他为人怎样？不怎么样，有点混蛋。没有想到阁下身处险地，却也敢仗义直言啊！我黎阳朝就需要你这样的年少有志之士，才算是有了希望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阁下常在府中，可否细数一下这徐凤年是如何贪言好色的？来了。怎么不见徐凤年？像这种浪荡子，一定是前呼后拥才会出现。沉住气。坐呀。人还没到，不急。你不是找徐凤年吗？你还等谁？没错，我就是在等世子徐凤年。我就是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就是徐凤年。你是什么？北凉世子，徐凤年。探花也是调皮，心口不一啊。刚才在街上假装骂我，没想到内心对我评价如此之高。我评价什么了？哎呀，我黎阳朝就需要这样年少有志之士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你真是徐凤年？你觉得在这王府里边，还有别人敢冒充这身份吗？那你刚刚是在戏弄我们呢？你们要进王府，我领你们进府；你们骂徐骁，我帮着搭腔；你们要见徐凤年，我准备了湖边雅座。请问戏弄二字从何谈起啊？你虚隐瞒身份，就是以险奸诈。不必口舌之争。你若是徐凤年，那么敢问你知不知道，
如今北凉已成伟大步调之势，你们徐家占据3州还把控兵权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徐凤年，你若尚有一丁半点的赤诚之心，应该反躬自省。刚才那姑娘，你跟她说什么来着？不避口舌之争。那你这不是口舌之争是什么？探花啊，骂人啊，还是得骂娘。看来你是不会幡然醒悟了。你这个人啊，虽然是劣迹斑斑，但这个胆子确实不小。女人见面身边也没个护卫，就不怕被人暗杀吗？敢在王府中行刺，那这人胆子也不小。为天下人豁出性命又如何？奸贼，受死！你这不是执法，的确不是，也不是剑法。你这是枪法。我一直怀疑徐骁在我身边藏了高手，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。你带他们进府，就是为了用他的剑试探我。身边人嘛，总得知根知底啊。万一我要是不会武呢？我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猜错呢？你是暗子还是死士啊？为何不问王爷？问了就没意思了。他藏在我身边的人，要自己找出来才有趣。哦，这次还得感谢二位啊。行刺是我一人的事，跟林探花无关。哦，是吗？林探花，他说行刺是他一个人的安排，跟你没关系，是真的吗？你要知道，在北凉对我行刺，重刑拷打是逃不掉的。不出多久呢，他们就能把你的皮完完整整的扒下来，挂在墙上，随风摇曳，很是灵动啊。所以你最好想清楚，再回答我的问题。确实和我没有关系，是吗？真的，世子可以细查。我是在北上的路上才认识这个房姑娘的，真正的萍水相逢。其实我也是被她欺瞒的，我完全不知她的蛇蝎之心啊。那你把剑捡起来吧。世子啊，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，我可以对天起誓。老黄，居然欺瞒当朝探花，何其恶毒啊！是啊，这个女人阴险恶毒。
拿着。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。我不是让你拿他刺我，我让你杀他。把剑拿稳，走过去，对准心脏，一剑刺穿，记得避开肋骨，挺容易的，你试试吧。人皮风干之后，挂在墙上，真的很好看。去吧。是我骗了你，我罪有应得。动手吧。师祖，我错了，我糊涂，我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徐家为国之干城，我不该胡言乱语加以辱骂。我无耻，我昏昧，我该打，我该打，我该打，该打，我该打，该打，该打，该。不敢杀人，读书人嘛，可以理解的。多谢世子体谅。哎呀，别打自己啊，骂个人嘛，又不是行刺，不要紧。多谢世子宽宏。不敢杀人，敢不敢打人？他骗了你，你要不要打他几下出出气？也可以骂几句。那骂完之后，还用打吗？随你了。你这个妖女，竟然居心叵测！林某涉世未深，竟被他欺瞒。你一路之上还多次诋毁世子，才让我心生误会。你简直是！这种时候都不会骂娘啊！我会。汝之娘亲，不识育人乎？行了，好。真是看不下去了。这男人刚才所言所行，你都看见了，心里怨不怨他？是我骗了他，要打要骂，也是理所应当。不冤。女人啊，男人啊，林头啊，我现在相信你跟这次刺杀没有关系。把他带去吧，
怎么了？你害怕你一走林探花又刺杀我？没事的，去吧。